你今日2026年7月15號星期四啊，今日 DSE 放榜啦，全港有56000幾個考生收到成績，當中大約有16000幾個日校嘅學生咧達到本地學士課程一般嘅要求，大概7%啦。咦，咁樣其他60%幾咧，係咪人生已經輸咗咧？我同你講，當然唔係啦。英國教育家 Sir Ken Robinson 講過啊，今日呢個教育制度仍然保持好多工業革命時候嘅思想嘅。工廠最中意乜嘢啊？同一批原料，同一條生產線，同一個時間，最後用同一個標籤去檢查，為乜嘢？快平。學校都好似咁嘅啫，同一年出生嘅就放埋同一班，同一個時間學同一科，最後用同一份試卷決定邊個合格邊個唔合格。呢套制度唔係完全冇用啊，佢可以大量教育學生，亦可以快速咁分流，提供社會需要嘅勞動力。但人唔係罐頭嚟嘅，有人記憶好，有人觀察力強，有人好識說服人，有人好識照顧人，有人考試慢，但係遇到真正嘅問題嘅話，反而諗得深過其他人。我自己當年中五會考嗰陣時咧，考到21分，唔係狀元啊，亦都唔係全軍覆沒。我之後就就讀呢個中六、中七，第一次 A level 考得唔好。再重讀中七，我笑自己讀緊中八啊，當年。但我今日60歲，再翻轉頭睇嗰張成績表，只係記錄咗我當年喺考試呢個制度裏邊嘅位置，佢冇寫到我後來有機會做電台金融培訓老師，亦冇寫到我今日會做一個 LEST2嘅本性測試出嚟。同一張成績表，唔同嘅本性嘅學生嘅同位亦都唔同嘅喎。L 本性怕輸，E 本性怕冇人認同，怕冇面。S 本性怕拖累屋企，怕關係變差。T 本性最容易啊，將一個分數變成我唔夠好嘅證據，所以今日唔好急住去判自己死刑先。成績係一次嘅分流，唔係成世人嘅判決嚟嘅。Video 下邊有一個 link，你可以做 LEST2 本性組合解碼測試，睇清楚你嘅外在本性同內在本性，你嘅優勢、你嘅弱點，然後再上下一步啦。咁樣聽日夜晚8點鐘啦，我哋可以做個直播嘅交流嘅。咁樣你可以直接問下我，你嘅本性組合仲係有乜嘢嘅出路？我哋大家分享下，好唔好？聽日再傾，拜拜。